想要增加 YouTube 影音行销的访问度并吸引更多观众，首先要确保你的影片内容吸引人，具有趣味性和独特性，以吸引用户点击观看。另外，可以透过在影片开头引人入胜的方式来留住观众的注意力，如强烈的开场或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。在影片标题和描述中加入关键字和吸引人的文字，也可以提高搜索引擎的曝光率。此外，适当的使用影片标签以及分享到不同的社交平台，也有助于提高观众的访问度。最后，及时回复观众的留言和建议，与用户互动，也能增加观众的粘着度，让他们更愿意持续关注你的内容。